大家兄弟平安，真欢喜，大家过一届来到咱上帝面前，要三脚来敬拜伊。咱甲隔壁的人讲一个平安，平安。真很好的天气啦吼，所以咱嘛真欢喜，咱有这个机会过来敬拜上帝。今日要伫学测啦吼，所以有人处理伫战斗啦吼。其实这少年听讲因即摆嘛是期末考啦吼，所以后礼拜要开始休困，但是即礼拜伫考试，真欢喜。虽然有拄着考试，因真欢喜，转来甲上帝面前做伙来做礼拜。好，咱三脚头来祈祷。阮伫天父爸爸上帝，阮伫透早，阮要感谢你，你互阮搁一届自接伫你的面前，阮通来敬拜你。主，阮感谢你过去一礼拜对阮的带领，互阮出入得到平安。阮也感谢你，伫阮人生的路途中，你拢引带阮行伫你所爱阮去行的道路面顶。主，即时阮伫遮要开始阮今日礼拜。主，求你互阮有安静的心、清净的灵，只有甲主你相拄，只有甲主你来靠近。即时阮也求你祝福伫每一个侍奉伫礼拜的人，主求你赐因能力，对你遐来开力，来通参与伫即个礼拜。主，即时阮也将阮的礼拜交代伫你主你的手头，当求你也看顾伫路顶无来到阮中间的人，求你看顾因；伫山顶的人，主求你也祝福伫因的面顶。即时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伫个礼拜开始大声吼，咱做伙先来团练咱今仔日的诗歌，一起做伙来敬拜咱的主，安静心。头一首诗歌，咱要做伙来吟圣诗第6首。圣诗第6首，上帝创造天甲地。咱做伙先来甲第1节甲第2节做伙来吟吼。圣诗第6首。安尼唱过，伊第1节在讲上帝创造即个天甲地，还佫有万米，创造煞了后，伊的功劳是遐尔啊大，遐尔啊快，会值得咱一世人称赞伊。第2节佫讲到讲上帝创造日甲月，有互阮有光明，嘛有暗暝，有无共款的即个变化，互咱伫个上帝的创造当中。咱做伙看第3节甲第4节，咱甲第3节甲第4节的歌词做伙来念过去就好吼。第3节土地，请土地所生的五穀，花园青翠的树木，水内所有的鱼鳖，拢是上帝造的物。第4节，天中所飞的鸟只，上帝互因食到野，以及积水的通拖，无出上帝心以外。第3节甲咱讲，即个地面上咱所看到的五穀、树木、水内底的鱼、水内底的物，拢是上帝所创造。
第4节讲到伫咧天顶飞，遮尔水的创造物、飞鸟，啊，阁有上美细迄种昆虫，这嘛是拢出伫咧上帝的心意来创造的。第5节甲第6节咱无读，咱来看。第5节讲创造即个天地甲世界了后，第5节讲到上帝创造人，照顾咱每一个人，无论咱是台湾人也好，或者是咱顶礼拜伫咧咱中间有一位美国来的兄弟、黑人的兄弟受洗也好，拢是上帝看做好的，伊嘛拢会甲咱照顾，而且伊嘛拢会使咱所有需要的一切拢有够业。第6节讲到遮尔多创造了后，上帝的恩典是遐尼大、遐尼快，所以咱就用感恩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头前。这首诗歌是带领咱去思想，伫咧礼拜进前，咱来通去想，这个创造地上万物，甚至宇宙的上帝遐尼啊伟大，啊，咱人遐尼啊有限。不过咱即摆会当坐伫咧礼拜堂，做伙用咱的心，啊，阁有诚实来敬拜主，这是何等值得感恩的代志。所以咱做伙阁甲第1节，咱阁做伙来吟一遍。做伙来吟另外一首无伫咧圣圣诗内底，这首凡事来祈祷。这首诗歌是咱去年夏令营所有的囡仔伫咧咱教会4天的时间，非常熟的一首诗歌。拄则吟的第6首，有引带咱伫咧歌词的当中去思考上帝创造的伟大。咱即马先来甲这首诗歌凡事来祈祷，自头到尾吟一遍。请。主啊，你来引带，予我军队你来行，我伫你的旨意，承托你的欢喜。主啊，求你开阔，使我深深的脚印，行伫你的旨意，直到见你无偏离。祈祷，相信全交通，我心内仰望，亲爱的主在笼中，凡事来祈祷，相信来宣告，领着你应允祈祷。凡事来祈祷，无论咱拄着什么款的代志，什么款的境遇，是欢喜也好。是感觉心中有压力也好，无论大家即马是伫个什么款的年岁，有可能恁是伫个足少年的年岁，或者是像我即马顶头有老，下骹有细汉的即个时阵，或者是恁即马已经伫个享受恁一生劳苦的结果，逐工会当孝顺上帝引带恁一生人一世人的恩典也好，无论拄着任何的代志。凡事就爱祈祷，咱做伙过来，甲这首诗歌自头过来吟。主啊，你来引带，予我军队你来行，我伫你的旨意，承托你的欢喜。主啊，求你开阔，使我深深的脚印。行伫你的旨意，直到见你无偏离。凡事来祈祷，相信全交通。我心内仰望，亲爱的主在笼中。凡事来祈祷，相信来宣告，领着你应允祈祷。凡事来祈祷。凡事来祈祷，相信全交通。我心内仰望，亲爱的主在笼中。凡事来祈祷，相信来。
着你应允祈祷，掠着你应允祈祷。咱做伙来吟咱今仔日最后一首串联的诗歌，圣诗第160首，诗曲我需要主。这首诗歌，咱大家人拢真熟。诗曲我需要主。之前有甲大家1年半之前有甲大家介绍过这个作词者，有一点仔补充。这个作词者呢，写这首诗歌的词的迄个当时，伊当地每一日照顾囡仔，啊，阁有足侪代志爱处理的一个过程。迄个时阵，伊心中感觉非常的压榨。就这个时间，就这个情形下骹，这个歌词的内容就透过圣神的引带，放在这个作词者的身躯。无论咱伫个行路的过程、上班的时阵、读册的过程，或者是咱一起床，食中昼、暗时要困，诗曲我拢需要主。咱做伙来甲第1节、甲第2节做伙来吟。诗曲我需要主，极大慈悲，就听我主的声，主的欢喜，求主行点我心里，诗曲甲我伫。第2站，诗曲我需要主，你若困我，一人拢无开朗，通灭我，求主行点我心里，诗曲甲我伫。安静心，做伙来备办今仔日的礼拜。恁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保养伊的所做，着伊吟诗，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即时，请咱做伙来吟新圣诗第6首，
上帝创造天甲地，上帝创造天甲地，生成万物逐项话，公路极大又极快，一时清好因无煞。请起立吟全首。请坐。这是咱同心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时，请咱做伙来启应，伫新信息的后面，启应文第22篇，就是诗篇95篇。现着，阮来启应。来啊，咱来唱歌学乐上主。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合地极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
只是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感谢你伫过去一礼拜中间保守阮出入平安，互阮今仔日通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阮也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承认阮的罪犯，有得失你的所在，恳求你使阮赦免阮，求你即时安静阮的心，互阮放下重担，专心来仰望你，来敬拜你。主啊，伫新年开始的时，阮将未来交托伫你的手中。感谢你应允阮免惊吓，因为你要甲阮伫地。当阮软弱的时，你诚做阮的力量，互阮靠主得着快乐，重新得着盼望。天父啊，阮也即个世界你祈祷，求你赐下和平甲平安，安慰受苦的人，互人的心仰望你。主啊，阮特别为着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你知影，有人身体软弱甲病痛，也有人心内充满忧愁、伤心。求你亲身医治甲扶持，因为你医好伤心的人，包因的伤，就你的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天父啊，阮也将教会的未来甲方向交托互你的手中，求你引带阮的脚步，互阮同心合意，行伫你的心意内底，成做即世代的祝福。落尾，主啊，阮也为着家己你祈祷，无论阮所面对的是啥物光景，求你互阮永远跟对你。伫今年以及未来的日子中间，愿阮坚定阮的心，行伫你的心意内面，着勇敢壮大，无伫惊也无伫论，因为无论倒落去，你一定甲阮伫地。阮要活出你的恩典甲疼痛，阮安尼甘心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即时，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第214面，加拉太书第2章11节到21节，加拉太书第2章11节到21节，显着我即马来读。若是寄发到安提阿的时，我当面得伊是伊有犯罪，因为有几啊人对伊雅各遐来。还未到的时，伊甲外邦人相甲食，因已经到，伊惊受割礼的人就退开来家己分别。其余的犹太人也甲伊装罪，得教练巴拿巴也对伊的装罪受引诱。总是我看见伊无照直行，来探福音的真理，就伫众人的面前甲记法讲。你是犹太人，做人既然亲像外邦人，无亲像犹太人，啥事咧勉强外邦人学犹太人啊？咱出世做犹太人，毋是外邦的罪人。既然在人得着称做义，毋是对趁律法，独独对信耶稣基督，咱也有信靠基督耶稣，互咱对信基督得着称做义。毋是对趁律法，因为对趁律法，无人会得着称做义。当说使咱伫地求
基督得着称做义，也家己要求显出做有罪的人。安尼，基督是罪恶的蔡英吗？断断毋是。因为我若搁去我前所毁的，就是表明家己做犯法的人。因为我对律法，着律法已经死，要互我上帝来活。我捌甲基督同定十字架，我要求伫活，毋是由原我，就是基督点伫我伫活。搁我现今伫肉体所有的活，是在地信上帝的囝来活。伊捌疼我，替我献家己。我无废无上帝的恩典，因为对律法若袂得着伊，就基督无应当来死。以上，即时咱请少年团起来献诗，所要用的诗是：我活是为基督。邀请大家做伙来唱第30甲第40。请本堂科牧师来讲道，题目是“现在的我，现在的我”。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伫你面前，阮感谢你，搁一届，互阮会当组织来领受你的话语。愿圣神运行伫阮中间，帮助阮来明白你对阮的旨意。即时，阮将家己徛伫你的面前，恳求你搁一届引带阮来明白、来了解，将以下时间仰望伫你的手中。愿主引带带领，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仔日已经是2026年的第3个主日礼拜啊，咱已经过2礼拜啊，对，2礼拜啊。那呢，我想问恁一个问题：伫2礼拜了后，你感觉伫即个新的2026年，即年即2礼拜中间，你甲过去2025年有啥物无共无？有啥物无共无？加一岁，有可能你感觉无啥物无共，日子共款安尼过。工作悠远的照做，生活中间滴滴答答的代志，共款遐尔遐多。总是伫信仰方面，咱想看觅，敢有无共？
有可能咱逐工拢共款，读经、祈祷、唱诗歌、敬拜上帝，周间来参加团契，主日来到教会参加礼拜。敢若即2礼拜无啥物无共啊，共款一工过一工，一礼拜过一礼拜。也是咱有另外一种想法，你有一种想法是讲，你会期待讲，我每一工我拢要有一个新的学习，我每一工我拢要面对一个新的挑战，互家己的经验、能力不断的成长升级。那呢，牧师搁问你第2个问题：你怎样看即马你家己？评估就是你看怎样去看你家己，也是讲，伫一切维持不变，也是有一个精神的动力的。透过今仔日咱所读的加拉太书第2章，咱继续要来看保罗写予加拉太正教会培训中间。咱伫顶礼拜看到第1章，保罗咧强调伫外邦人的中间。福音会当真紧传出去的代志，伫第1章内面，保罗讲，这毋是因为耶路撒冷教会的缘故，这是因为信心工作的结果。所以，甲耶路撒冷教会敢若无关系的。这是因为保罗咧对因所讲的第2章的一开始，咱来看迄个背景，伊讲。14年了后，才去你到耶路撒冷。其实这段经文甲《使徒行传》中间有了无共。《使徒行传》第11章50到30节，伊中间写着讲，后来巴拿巴去到大树了后去找扫罗，找着了后带伊去到安提阿。这中间描述整个这个过程的背景，就是今仔日伫加拉太书第2章一开始讲14年。伊讲伫这个整个的过程中间，有发生一个饥荒，所以当时的信徒就照每一个人的能力、捐钱，要去救济住伫犹太的信徒。所以就托巴拿巴甲扫罗将这个因所捐的钱。带去互教会长老，这段记录互咱看到，保罗甲巴拿巴后来去到耶路撒冷，上主要的原因是要摕到遐要救济因的钱，要互因为饥荒致到因的生活困苦者耶路撒冷教会的兄弟姊妹，因为伫使徒行传11章内面有预言讲会发生饥荒。迄是对一个先知阿加布所讲的。既然伊是得到上帝启示，所以保罗伫第2章第20节内面继续讲到，伊去到耶路撒冷是遵探着主的启示。所以伫这段加拉太书第2章所讲的一开始的背景，是为着要将迄个救灾钱带去。那呢，咱过来了解这个背景的时阵，咱去查考伫教会历史中间，伫主后49年伫耶路撒冷的会议。这个会议上主要是要处理外邦人无接受割礼会当得救袂当得救的问题。所以，当第2章一开始，咱今仔日头前无读的经文中间，咱看到。保罗特别带着无接受割礼的希腊人提刀甲伊做伙行。保罗上时嘛带着巴拿巴甲伊做伙。巴拿巴是出身伫耶路撒冷的教会，是利未人，所以伊甲耶路撒冷巴拿巴甲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关系是真好，特别甲遐的使徒，因拢有真好的一个关系，所以。保罗带着巴拿巴有一个原因是要调解外邦人教会甲耶路撒冷教会中间迄个中间的迄种无共款的看法，互巴拿巴有一个有一个帮助。但是带着提刀，其实有另外一个意义。提刀伊虽然无接受割礼，但是伊伫信仰顶面有一个好的见证。
会当互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使徒真清楚知影一件代志，就是外邦人进入到教会是有帮助的，是袂去破坏到一个信仰的见证。所以提到伫传福音的事工顶面，一直是保罗上好的同伴。所以保罗形容提到伊是信仰顶面伊真正的后生。所以咱看到保罗咧写即张批信的原因，咱伫第1章顶礼拜有讲到，是因为有看到加拉太教这个地区中间有人去传另外一种福音。所以伫第2章，保罗佫一摆提到，讲遮个假的信徒，因亲像贪仔进入去教会，要扰乱教会。保罗会讲遮个代志，佫一摆提到，是保罗坚持伊伫福音顶面伊的认知，就是绝对的真理，爱注目看伫耶稣基督。伫即件代志顶面，保罗真坚持。伊无要让步，这是保罗伊所坚持的立场。虽然伫迄个时刻，咱也对加拉太批信，也是对使徒行传中间，咱会当看到，伊伫传福音的事工顶面，伊毋是伫迄个开始的时期，伊毋是一个真有影响力的人，但是伊犹原坚持伊即个立场，无要甲遐法利赛派的犹太人，也是耶路撒冷遐的人有一个妥协。所以当咱继续看经文伫第4节后壁，伊讲咱用即个字眼的时阵，其实是咧表明伊家己无要夸口以外，同时也咧表明有关守割礼的即件代志。即件代志，若大家无敲好、无讲明白、无说明清楚，那呢就毋是大家共同的信念，甲同款一致对信仰的认知。所以无论保罗怎样坚持，有可能嘛因为别人就讲好啦，就安尼，直到整个信仰的原则拄着迄种扭曲，也是变质。所以信仰的代志，保罗要伫遮要说明的是，大家爱有共同的理念，就是大家爱遵守一个上基本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真理。啊无若干那靠一个人去坚持，要去对抗迄个传统中间迄个团体有的即个观念，其实真困难。所以伫第2章一开始，咱要看到的是，保罗伊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上帝已经将传福音给外邦人的即个任务交代给伊啊。即个福音是保罗伊亲身所领受的，是伊家己亲身去拄到主耶稣的经验。所以保罗伊佫一摆咧说明的是，福音的本质毋是伫律法，毋是伫律法的规定，是耶稣互人钉伫十字架顶救赎的恩典，这才是真正的本质。这个恩典是上帝透过主耶稣基督白白赏赐予每一个人的。所以当咱含落伫这个世界的中间，含落伫这个社会错误的观念的时阵，咱会当透过主耶稣基督重新甲上帝建立一个合一的关系。各位兄弟姊妹，你敢有对上帝遐收到上帝交托予你的任务无？那呢，你所收到的任务的内容到底是甚么呢？保罗伊收到上帝予伊的任务，上帝将传福音的任务交代予伊，伊知影伊要面对甚么。那呢，咱呢？你知影你的任务的对象是啥人无？上帝将传福音的这个予犹太人的任务交予彼得。上帝将传福音予外邦人的任务交代予保罗。那呢，咱有领受什么款特别的使命，咱来去做？
有无？我咧想，传主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是咱一个真特别的使命。那呢，咱就爱将传耶稣基督救赎的信息，去互你所明白的人。咱想一下，你要传互人，要有对象。这个人是啥人呢？这个人是啥人呢？咱可能咱的身躯边还佫侪侪，还未明白耶稣基督，还未信靠伊的遮的亲朋好友。所以，无说伫即个所在，要邀请咱每一个人，伫今年2026年，为即个时刻开始，你为即位你要甲伊传讲福音的兄弟姊妹，你的亲朋好友，一位就好，为伊祈祷。伫即个月内底，先为伊祈祷就好。是啥物拢免做，为伊祈祷。将伊交伫上帝手中，恳求上帝，互伊的心拍开；恳求上帝备办一个好的时间，互你会当甲伊来分享耶稣基督救赎的问题，一个就好。那呢，咱一生中间，咱的任务伫今年，咱就要来达成这个目标。其实，咱每一个人的一生中间，伫咱无共款的生命阶段内底，咱拢会按伫当时咱所设的目标来进行、来完成。2025年拄啊过去，咱无要检讨2025年咱到底有做了、完成了上帝的任务无？2026年开始，咱开始咧孝顺上帝过去互咱的恩典，咱咧回顾过去的遐一切，咱咧感谢上帝引带咱每一个时刻。无论怎样，有可能咱达成迄个目标，总是咱爱有一个新的目标甲任务，互咱继续来向前跑走。我毋知大家有咧运动无？有无？运动的定义是足快的吼。你去蹦花顶面行路、散步，迄嘛我甲定义做运动的一项。那对我来讲，其实我有咧运动，我嘛有咧健身吼。其实咱若要健身的时候，咱要设定一寡目标对。我要练一个muscle出来对，还是我有一个迄个6块肌吼。不过即马我有较困难啦吼，我的代谢率真悬啦吼。无论安怎，你的目标是要健身，也是要减重，要减肥，也是要增加你的心肺功能，也是要互你的肌耐力真好，也是要互你的精神的状态真好。无论怎样，咱拢有一个目标，但是这个目标毋是一届就会当达成的，毋是讲我今仔日去抽单杠抽10个，我就肌肉就生出来，毋是。伊需要通过每一届、每一个无共款的阶段的目标的设定，上尾达到迄个你有生肌肉出来。无论怎样，咱制定这个目标是针对每一个部分。咱的二头肌你要训练，你敢若有去几个动作才有都训练到？咱毋若是安尼，训练了你搁爱放松，互伊有一个休困。咱做一步一步达到咱可能要设定的目标。若讲这有讲有个人讲啊，我体脂肪要多少？无论怎样，迄拢是咱要设定的目标。上尾，你真正的目标是啥？对我来讲，若去健身运动，我的目标是有一个好的健康，互家己有一个好的精神。所以，咱来想，对咱来讲。咱一生上尾迄个目标任务到底是啥物？这个目标需要咱尽心尽力去达成、去完成的。那呢，这个目标是啥物呢？对你家己来讲是啥物呢？这款的任务目标一定会完成吗？对保罗来讲，将福音传互外邦人。是伊一生上重要，嘛是上尾的目标甲任务。
是伊一定要达成的。所以，当咱看到经文中间咧描写讲，保罗看到彼得伫安提阿有错误的行为的时，保罗就伫大众人的面前指责伊。彼得到底是怎样啊？彼得是使徒之一呢？哇，伊真好大胆呢，敢去指责彼得呢？咱若对当时的背景来了解，伫《使徒行传》15章记载耶路撒冷会议了后，其实有做一个真重大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犹太人要，毋是犹太人要加入教会，因爱传承迄个割礼。外邦人若要加入教会，就无需要接受割礼。这是无共款的规定。所以，迄届会议中间，伊敢若对保罗的交代是安尼：讲你去外邦地区传福音，有几项代志你爱注意。第一，袂当食祭过5项无清气的食物；第二项，袂当有淫乱的行为；第三项，袂当食迄种互人白死去的这精神甲血。佮加上保罗伫加拉太书第2章第10节讲的。要求因爱记得犹太人中迄个丧香的人的需要。这款的决定看起来敢真焦整啊！吼，规定保罗咧去，你什么会当做，什么袂当做。但是因做这个决定是伫耶路撒冷的会议的中间，毋是去到安提阿这个外邦人地区看过当时的情形了才做的决定。所以，若有一天，犹太人的基督徒甲毋是犹太人的基督徒组织做伙的时阵，要安怎？比如讲食饭的代志，伊会当做伙食饭吗？伊会当做伙享受圣餐吗？其实这个问题是真大的问题，迄是久长以来犹太人对外邦人无清气的看法甲感受，就是因会感觉到。那伫因的观念、认知中间的无清气的人，因做伙食饭的时阵，其实因的心内会怎样？会真碍扰呢？这本是一个真单纯的问题，因为牵涉到文化、价值观、信仰的问题。所以咱看到伫经文中间，保罗指责彼得，是认为彼得犯了着真严重的错误。这个过程就是耶路撒冷。会主席雅各派人来到安提阿，彼得迄个时期甲外邦人做伙食饭，这外邦人无接受割礼，彼得就揪起来啊，离开迄个食饭的场所，唔敢阁做甲遮个人做伙伫公开的场合做伙食饭。咱就去想，食一个饭哪有要紧？咱即马要甲食咱备办要传福音的遮个亲人朋友，其实咱该做伙食饭是一个真好交易的时间，敢毋是？但是为什么彼得会惊吓即件代志呢？伫当时做伙食饭，是咧包括因真重视的圣餐在内。这个圣餐甲主耶稣基督受难有真密切的关系。所以，当咱每一届领受圣餐的时阵，咱拢会讲，这是主耶稣的身躯为咱拍破，这是主耶稣的血，甲咱所立的新约。所以，伫主耶稣基督伊迄阵咧讲食的杯甲饼的时阵，其实这是一个信仰顶面的认知，都是一个新的约的开始，无搁去受迄个旧约中间割礼所立的约。所以，当保罗咧对彼得讲外邦的罪人的时阵，其实毋是讲伊真正犯罪，是咧讲遐也未明白也摩西律法的人。所以犹太人讲遐人是罪人，外邦的罪人咧表示的是外邦人。这种讲法是徛伫犹太人的立场咧看咧讲的。
但是保罗要表明的，要互彼得知影的是，出世正做一个外邦人，也是犹太人，毋是伊家己去选择的。上重要毋是伊生伫什么款的族群的中间，正做什么款的人。真重要是有去学习要来认捌耶稣基督无。所以咱嘛会当讲，基督教信仰中心的理念上重要的观念是，人是照着信耶稣基督，甲上帝有一个合一的关系，毋是靠着摩西的律法。所以保罗咧讲，对律法来讲，我已经死啊，互律法所处死啊。为着要互我甲上帝会当同活，我甲基督同顶伫十字架顶。那呢，即马活的毋是我家己，是基督伫我的内面。当保罗即款的信仰的个别的时阵，伊咧说明家己的过去，亲像已经死的人，是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互伊重新搁活起来。所以伊咧表明的是，即摆的伊是掠耶稣基督做伊生命上重要的。咱若看到保罗伊的过去的经历，咱知伊是一个真重视律法、遵守律法、迫害军队基督徒的人。所以对律法来看，伊是一个真严格、谨守律法的犹太人。伊伫大马色的路顶，拄着过活的主，互伊真正知影伊过去所做的，既然是毋对的，是一个真严重的错误。所以伊整个转变过来，对一个迫害者，正做一个维护基督信仰的人。所以这款的转变，保罗伊家己亲身去感受到，毋是我靠伊家己的能力会当得到这种的转变。是因为过活的基督伫伊的生命内面，伊才有法度得到改变。确实，咱人无法度去改变咱家己的生命，是过活的主耶稣基督改变了咱每一个人，互咱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当咱看到侪人来认捌耶稣基督，宣告耶稣是生命的救主，接受洗礼，其实拢有真侪故事伫每一个人的身躯顶。咱会当有这种的宣认，毋是靠咱家己，是靠着耶稣基督。所以，那咱敢若会当透过摩西的律法，人才有法度甲上帝隔阂。咱人敢若靠遐的律法条例。那呢？上帝敢有必要搁找耶稣基督来救赎咱呢？其实当时一再咧强调爱遵守摩西律法才会当得救的人，迄如果因若无因为信靠耶稣基督，脱离摩西律法的迄种捆绑，因就互耶稣基督伫十字架的恩典白白了去啊！所以，当咱徛伫现今的社会中间，咱徛伫即个世界价值观的即个中间的时阵，咱的信仰袂当甲即个世界揽做伙看。咱爱真清楚知影咱的真理。所以，当经文咱看到是保罗真无客气指出彼得甲巴拿巴因的错误的时阵，讲因就是无信仰的原则，因会对着环境、对着人，改变因原本信仰的态度，也就是因无遵守福音的真理。所以保罗咧对加拉太教会的培训中间讲，伊对遐假的信徒，伊绝对袂让步，因为伫信仰顶面若让步，人就无法度去明白真理。所以佢做生理无共款，有时咱咧做生理有可能为着要得到这笔订单，咱会牺牲一点仔咱的利润，为着是要甲对方有一个
做生理顶面会当成交。咱甲夫妻中间嘛无共，咱夫妻中间可能有时咱的意见无共款，咱有一寡无相像的表达，咱可能会想讲啊，我让步一下。但是真理袂当安尼。基督教信仰所讲的是生命的问题，是人甲上帝中间的关系。这种的关系除了顺服，这个顺服是绝对顺服伫这个真理的中间，是无其他的方式通好建立的。所以，咱袂当采取啥物拢会使的信仰态度，迄上尾拢会互咱的信仰迄个变质去，对咱来明白真理是无帮助的。各位兄弟姊妹，咱要有真一步一步的信仰，咱要来成长，是需要时间，是需要慢慢来建立的。因为这跟咱每一个人的生命是有关的代志。即使你敢若是介意听一寡特别的牧师的讲道，也是你敢若相信死了我会去到天堂，却是你对读圣经无兴趣，你毋捌有过信仰的反省，那呢？咱可能会拄着代志的时阵，咱的信仰就破碎去啊！咱的态度嘛无正确，所以牧师我家己坚信一件代志，我的真重要的使命，就是要互大家来明白圣经，来了解上帝的话语。所以要将圣经的信息传达出来，互大家会当一步一步来明白上帝。所以当我来了后，我才对旧约、新约轮流安排伫每一年度的讲道的经文。咱过去读过创世纪，读过使徒行传，去年读士师记，今年要用保罗的批信，就是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到提摩太前书。因为我咧想，圣经伫咱的信仰内面，真正会当帮助咱来面对各项的挑战甲试炼。毋那是安尼尔，佫会当提供咱人生的方向，帮助咱行往上帝爱咱每一个人所行的，互咱无受到这个世界中间的引诱，互咱会当建立伫上帝面前一个真重要的根基。所以我相信，咱每一个跟对耶稣基督的人，咱必须要伫生活甲行为顶面，对家己的要求比别人较悬。那呢，咱才有法度见证，而且互人明白相信耶稣基督，互因真做基督徒了后，真清楚一件代志，毋是家己咧活的，是因为有个活的耶稣基督。活伫咱的生命内面。保罗甲咱讲，人甲上帝会当和好，是因为信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人毋是靠着家己的能力、经历、金钱、财富，甲上帝和好。无论是甚物款的能力，是过去传统的律法也好，也是依靠家己的财富、知识、才能。这拢无法度，互咱甲上帝救恩会当结连做伙，拢无法度去取代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面救赎的功劳。所以，咱要明白一件代志：当咱宣认相信了后，耶稣基督是活伫咱的内面，活伫咱的生活中间，活伫咱的生命的内面。咱毋是靠着行为去得救的，咱要用咱的行动来见证一件代志，就是基督伫咱的生命内面。所以，咱会当安尼讲，我的生命有个我的快乐。咱每一个人拢有个上耶稣基督个我的快乐。咱每一个人
拢会当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所以，当咱要达到即种的光景的时阵，其实咱爱对真根本来建立，甲世间人无共款的价值观、使命观、生活的态度做起。所以兄弟姊妹，你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兄弟姊妹，你愿意跟对耶稣基督？那呢？咱相信耶稣基督，甲无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有差别无？伫台湾，基督徒真正是少数。那根据统计，有的人甲足侪拢加做伙，可能7%尔，少数。总是咱是少数，咱无法度影响到整个的社会吗？其实咱若看这个世界，真正有影响力的人，拢是少数。对于过去到现今，伫全世界逐所在拢共款，真正影响人的拢是少数。但是这个少数，拢是精英，拢是有领受到甲这个世界无共款价值观的人。那安尼来看，咱每一位基督徒伫咱台湾这个土地顶面，咱是少数，但是咱伫信仰顶面，咱拢是上帝的真好的精兵。所以，若是少数，咱的影响力悠远真大。咱是关键的少数。咱就是有真大影响力的重要的人物，互咱伫未来这一年中间，咱活的不再是咱家己，是因为有基督伫咱内面咧活的。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面前，阮恳求你帮助阮，互阮明白。阮是你所爱的囝儿。当阮宣告上帝是我的上帝，主耶稣基督是我生命救主的时，主耶稣就活伫阮的内面。阮不再是过去的我，阮是互上帝所更新，互主耶稣基督所救赎的新创造的人。愿主帮助阮，互阮伫2026年，阮为着一位阮的亲朋好友来代祷，特别为还未认识上帝这件代志来代祷。恳求上帝开伊的心，也恳求上帝互阮有一个好的时间，会当甲伊来诉说阮所领受的这个恩典。愿主帮助阮。互阮有行动来见证你的疼痛，将阮家己以及阮所要代求的亲人好友，仰望伫主你的手，恳求主引带阮伫未来每一天的路站，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请咱来唱回应的诗歌，新圣诗160首，时刻我需要主，时刻我需要主，基大慈悲，着听我主的声，就会欢喜。求主恩典我心里，时刻甲我伫地，我羡慕。即号福气，我来就你，请起立吟全首。时刻我需要主，基大慈悲，着听
请坐，即时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若是你也未了解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请坐。即时我来报告。伫报告进前，咱做伙来读经句2遍。伫周报的第2面，请我捌甲基督同顶十字架，我还搁伫我，毋是由我，就是基督点伫我咧活。故我现今伫肉体所有的活，实在伫信上帝的囝来活。伊捌听我，替我献家己。加拉太书2章第10节。我捌甲基督同顶十字架，我还搁伫活，毋是由我，就是基督点伫我咧活。故我现今伫肉体所有的活，实在伫信上帝的囝来活。伊捌听我，替我献家己。加拉太书第2章20节。咱即马来看来州的圣工分担，领唱圣歌队苏磊、李尔博、苏琴、庄以玲；献诗是圣歌队苏宪、林忠豪、张景伦；交台林忠豪、李胜荣；音控施浩轩、许承恩。来州拜3个查经祈祷会。要查考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9章，词汇是张义如执事，主类是科牧师。后礼拜的礼拜题目是悔改，向世界说不，向神说是，主类是理和传道书。经文甲信息，大家会使来参考，来先来准备。咱教会的消息报告伫第6面，
我即摆来报告。第一项，小会公告召开会员好会，伫咧2月8号召开好会。会员的名单已经搭伫咧1楼的公报栏。要请假的兄弟姊妹，请往文宏长老请假。第二项，感恩节、圣诞节筹备小组礼拜组开会通知，伫本主日12点半咧地下室召开。旧年有参与活动的同工，请来参加会议。煞来会开礼拜组的会议。第三项，总务组通知，今年的教会大摒扫的日子，就是伫咧1月25号，就是后礼拜，联合礼拜结束了后举行。分配表已经写伫咧第10面，迄天有准备中昼顿。嘛要调整时间的，请甲义圣长老联络。另外，请提醒大家，伫咧大摒扫进前，将家己的物件摕转去。第4项，新年进前的主日礼拜2月15号，邀请会友来献诗。迄天献诗的诗歌是万物充满你的恩典。谱阮放伫咧1楼的柜台。有要参与的会友，请伫咧2月15号透早8点20分，伫咧遮准备练习。第5项，初一青社礼拜2月17号，邀请会友组队参与礼拜献诗。请大家以家庭也是亲友来组队。要献诗的诗歌，家己会使选。有意愿的会友，请伫1楼来登记。第6项，马拉松读经大挑战，咱请文宏长老来介绍。大家平安。我来补充这个大挑战的活动啦吼。好，咱先来了解一个叫做大斋节期是安怎计算，计算伊的时间啦吼。咱一般是对各活节的前一天起算，前算40天啦吼。所以咱这个就有一个重点是讲，咱咧算的这40天无包含迄个主日无包含主日。所以咱2026年的各活节是4月5号，所以咱对4月4号开始算，前算40天。但即个礼拜日拢甲扣掉了后，咱算出来的时间是对2月18到4月4号是咱的大斋节期，到40天。好，来咱咧准备即个活动的时阵，我拄看一个影片啦，就是你走马拉松的影片。咱知影走马拉松是几公里？42公里嘛。我就想讲，无咱头前搁延一天，对17号开始加一天。后壁搁甲刷一天，刷到4月5号，咱就过活节，所以安尼加起来才42天啦吼。42天就是马拉松。咱知影走马拉松是一个做挑战的活动，对无？是家己一个人走，你爱做有意志力吼，你爱随时补充你的水分，啥物物件啦吼。好，来所以咱即摆的时间是用前对2月17开始，刷后壁刷一天到4月5号，讲2月17到4月5号，讲拢总有42天。袂歹啊！咱2月17都是初一，所以是安新年新希望啊！对于刚开始咱来读经啦吼。好，咱知影你走马拉松的过程中，差不多走42公里，差不多爱3点钟到4点钟嘛。你走的过程中，可能爱补水分，所以咱伫咱看伫迄个影片，还是讲咱看迄个奥运会咧比赛的时阵，伊伫迄个路面拢有设迄个补给站啦吼。所以咱但即个补给站的观念。印入来吼，咱伫咱的6天的主日，咱伫教会遮有设一个补给站哦。咱来教会了有一个欢乐补给站哦。咱加油了，咱支点了，咱搁往前行啦吼。好，咱到底是要安怎来做？咱来印一本手册，
手册内面呢有逐工爱读经的物件，吼，啊有爱咱有一寡祷告词，啊，搁一寡默想的灵修的活动。啊，透过这物件，咱嘛要带入一寡克己甲行善的具体行动啦，吼。所以这是咱的方式。啊，咱希望会当达成的目标是伫遮。咱做伙来念一解好无？感念耶稣受难，经历上主力量，更新信仰生活，重新认识自己。有没有像在誓师大会在喊口号一样啊？后来这是咱的期盼哦。所以咱来看一寡咱即马。这是咱大概内面的内容啦。咱有一寡离奇，咱即马走到第几公里啊？所以咱开始有一个经节，有旧约甲新约。啊，即马遮爱请大家准备笔来写落，你一字一字写落，咱会当搁较明白遮的圣经在，爱当刻在我们心中啦吼，刻在你心里的名字啦吼。好，这是读经，搁来咱有一寡祈祷的文，互咱安静落来，行主来三度。啊，搁来，咱有一寡默想，伊提出一寡问题。咱想想的，咱有一寡感动，咱来写伫后壁遐个栏位啦吼。这是咱逐工会操作的方式。好，搁来，咱头有讲着讲，咱是毋是要有一寡具体的回应啊？所以咱伫主日开始，咱会当设定未来一个礼拜咱要做的课程甲行善的活动。所以咱他讲有6个礼拜对无？咱搁来加一个起跑日2月17，打开始的迄阵，咱嘛爱设定咱要来做的代志啦。所以咱来设定未来一周咱要达成的一个目标。吼，课程甲节制就是咱来感念咱耶稣为咱来受苦，所以咱嘛爱做一寡牺牲的代志啦吼。咱要行善就是咱来经历上主的力量，吼，互咱的世界当搁较美好。或者是咱2个目的啦吼，咱举个例子来好了，比如讲我讲我伫未来的拜四，迄天拢袂当受气，袂当骂我的员工，吼，袂当人讲抱怨的代志，迄天一定爱向咱的家人小谈一下，也是讲咱迄天爱大笑3声哦，就是咱头前爱有一寡克己甲节制，做一寡牺牲的代志后壁有一寡好的动作，互世界较美好啦，也是讲咱。决定讲伫拜3的中昼，咱来进食祷告，咱当回想，甲上主为着咱牺牲伫十字架顶的代志。逐迄天的餐会，咱来省来要创啥？咱会当来捐互咱30周年的建物的设备基金。大概是安尼啦。操作方向，咱大家拢会想一礼拜做一项代志就好啊。咱的行善，也是咱的克己甲节制，拢选一个就好啊。这是咱的操作模式啦吼。搁咱他讲迄个欢乐补给站。咱有去看过迄个田中马拉松无？食甲足澎湃，咱看者。有啥物烤猪肉啊、烤猪啊、烤牛排吃到饱啦吼。咱有6届伫咱的礼拜遮伫教会遮设欢乐补给，咱要做的代志啥？咱的几点就是代表你逐礼拜来，咱带你当一个囡仔，表示讲你有全勤奖的当领啊吼。第二，咱可能会耍一寡小游戏，咱可能一寡能量的补给品，咱的能量补给品一定毋是。牛排啦吼，无可能牛排啦吼。好，咱可能有一寡心情分享哦，咱可能有一寡当来开讲者，讲你即礼拜的感受是安那，一寡咱即个操作是安尼啦。好，这是咱你讲迄个补给站，咱会提醒咱大家讲今仔是补给站哦，咱要摕咱的手册去教会来等因几点啦吼。好，咱嘛爱提醒讲，回想一下，你伫过去即礼拜，你敢有做到你？设定的目标，无的原因是啥货？边这就是咱要为着后礼拜要做的代志来写计划啦吼。好，这是咱的时程啦吼。咱到尾4月10号有一个颁奖，有一个颁奖就是咱的完赛奖，你42天拢走好啊，吼，无问题。也是讲你有得到全勤奖，咱当来颁奖啦吼。好，咱先来回想者，啥物叫做马拉松？咱知影伊的起源吗？吼，一个。迄阵伫公元前490年，迄个瑞典甲迄个波斯的小镇，结果到尾瑞典阵赢，瑞典的联军阵赢。有一个伊的阿扁哥吼，为着要达即个消息阵赢的消息，对因小镇的地方叫做马拉松，走到去雅典去报即个好的消息。
伊到迄个雅典成果就讲啊，我们胜利了，咱得胜啊！所以咱即马是2026年，咱读经42天了后，伫咱过偌济迄天，咱嘛会当宣告讲咱已经胜利啊！耶稣已经得胜啊，战胜失望已经过我。吼，请咱做伙来参加即个活动，咱会当来1楼来填报名表，多谢。邀请大家来参加马拉松吼，平常可能跑不动吼。我继续报告第7项，信歌队抒情当天，陈雅玲老师伫本年度1月就任信歌队抒情。第8项，金商会甲牧师馆基金收支，去年的1月到12月报表已经登录伫周报的第9面，大家会使来看。今仔日有新朋友无？无好，平安礼，即时咱来互相请安。请咱做伙来唱。拢真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最上帝行你。俺拢真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最上帝主意。因为耶稣。请咱游玩徛咧，做伙来吟上吟新诗诗第388首，因光归圣父上帝。因时煞，请科牧师祝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
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愿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救赎甲盼望，愿死神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伫地，对一粒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祷。礼拜即时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